首先，我為大家介紹 OpenQuiz 嘅自定練習工具。呢個工具可以運用喺唔同嘅科目上面，例如中文科應用中文、英文科應用英文，以及數學科，自定適合小朋友學習嘅學科題目。當我哋登入 OpenQuiz 之後，再選擇練習，然後就會出現小學1年級至6年級嘅選項。選擇孩子所讀嘅年級，再選擇自定練習。我會以小學5年級數學科做示範。而家選擇小學5年級，選擇自定練習數學。喺自定練習數學畫面，我哋會見到選擇科目主題、故事問題、題目例子同埋自定練習案件。正如我之前所講，呢個工具可以自定適合小朋友學習嘅學科題目，更加切合佢哋嘅需要。相信好多家長都會發現，大部分小朋友學校嘅題目都唔容易喺坊間嘅練習冊揾到，所以有啲家長甚至自製題目俾小朋友。呢個過程既複雜又消耗時間，而我哋嘅工具就成為咗你嘅好幫手啦。尤其是喺測驗同埋考試期間，可以讓家長大大減低製作題目俾小朋友嘅壓力。依家我就會以其他自定科目主題做示範。首先，我哋會填寫科目主題。我而家就會用故事問題作示範。學生係需要閱讀同理解背後資料先至可以作答。如果你嘅練習題目唔屬於故事問題類別，可以選擇不提供。而家就會將故事內文放喺故事問題方格上面，再將有關嘅問題放喺題目例子上面，再按自定練習。經過一陣之後，我哋嘅 AI 工具生成咗同例子相類似嘅題目，可以讓家長作為跟小朋友溫習嘅練習。不過，家長必須留意，當前 AI 技術尚未成熟， AI 工具仍有可能出現錯誤嘅資料，所以我哋家長喺運用 AI 工具時應保持謹慎，可以同小朋友一齊仔細檢視和分析題目及答案嘅準確性。而家等我做一個回答問題嘅示範。我喺每一條問題都選擇第一個 A 答案，然後按檢查答案。正確嘅答案用綠色表示，錯誤用紅色表示。每一個正確答案，我哋都會有佢嘅解說，令小朋友更加明白真正答案嘅原因。如果你想準備一個練習小測驗俾小朋友做，亦都可以透過我哋嘅生成 PDF 案件達成。生成咗個 PDF 會分開問題同埋答案，家長可以好方便打印啲問題俾小朋友做，亦都可以方便佢哋一齊去檢查答案。如果你都鍾意呢個功能，快啲申請成為 OpenQuiz 嘅會員啦！